哦，有哎，这样4个在学影片是台南市安南国中、中山国中甲西港国中学生参加第12届手持机飞行比赛现场的状况。使用特殊材质，家己动手打造手持机，要飞偌远，也则是要飞偌久，拢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调整甲研究，才会当有这个成果。学生当下的反应力要非常好，他不能够被制式的答案所限制住。他当下要去，比如像我们学生，他就会用一些小技巧，像他可能会在旁边抓一盘沙，然后看一下那个沙吹的方向，然后去判断他现在直线跟滞空要投掷的角度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学生当下的反应力，还有过程中他在制作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小插曲，可能投的过程中，因为巴尔沙木材质非常的轻，它不是一般的木板。对，所以它如果过程中机翼断掉或是尾翼断掉，它必须要立即的去做一个处理，所以它的问题解决能力也必须要非常好。那同时，我们是以团队的方式在进行练习的，所以他们彼此会需要互相信任、互相讨论，然后互相去完成这个竞赛。这次第12届手持机飞行比赛，台南总共有3所学校得到特优奖，甲第2、第3名的好成绩。中山国中校长林国斌表示，学生虽然接受无偌久，透过老师的指导，加上学生投入热情，才会当有这款好成绩，是相当的无简单。这4位同学呢，有一位也是，包括滞空飞行是全国纪录保持人，达到18秒的一个成绩。那我相信我们从第10届第1年开始参加，获得了冠军，还有甲等。然后后面2年呢，后面2届都是第2名、第3名，还有甲等奖。我相信在学校这样努力，还有教育局全力的一个支援之下，未来这个小朋友呢，未来应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多元潜能可以开发。参与比赛学生表示，比赛除了制作手持机以外，伫比赛现场搁研判方向以及环境因素来做调整，才会当确保手持机伫弹出去了后，会当飞出期待距离甲时间。除了平常时的练习，另外嘛有一点运气，也蛮靠运气的。就风向真的很重要。OK。参赛学生利用白杨木加巴尔沙木制作飞行机，不管是伫机身、机翼，也或是重量，拢要经过思考。过程中，团队互相讨论，利用科技研究设计方向等较有意义，这也呼应新课纲设计思考解决问题的受用精神。但是，文章作为采访报道。